头版的薪水谈不到经济成就，20年来薪水早得讲都冇起。研究向本众表示，佢哋当小就专业日本运动水团研究所独立。亚期做事，大部分捐口2个到22K，相对係難出問題呢。我是修平科大行销有中系2年级的张伟轩。在我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我现在是梦田鲜食馆的店长，那其实我是属于第2代的。在前一代呢，学长姐他们就有开创。那在他们一开始创业的第1个月，他们的业绩有达到17万，但这只是蜜月期。之后他们业绩每况愈下。那我希望我可以以他们17万作为目标。我希望我现在开始经营，不是只有蜜月期，而是以后可以做得更好，业绩做得更高。创业是什么？创业是用失败堆叠出来的成功。照统计，台湾生产业就有一个上会开店的，开咖啡店是迄当当伊一生人的梦想。咖啡拿铁係夢田強食館親有小條嘅產品。夢田強食館係小品口台，學校地杯中等家私嘅傳統，有賣咖啡、茶、簡單嘅食物。現時係行銷同流通類嘅語言性同學，自主管理，也啲幾隻學校嘅學生傳統地杯當貼片。店長從以前對創業呢件事情有自家嘅想法。為什麼會來接夢田這個東西？當然我不可能在那邊一直做嘛，因為畢業之後就要離開了。那因為我知道一個觀念，就是你出去開一間店，少說也是200-300萬、200萬在跑，這當作是我的一個跳板。我現在沒有花那麼多錢，只要花時間跟心力，就能得到我要的成果，還有學習。相信在外面是幾乎找不到這種機會的。來，拿鐵不加糖，謝謝。夢田嘅空間係學校貼片開闢出來，係小品課題參加教育部舞台體力在地強化創業計劃贈予嘅。也係一隻為學生嘅繁忙畢業就做得進行創業嘅實務體驗，所有嘅經驗團隊都係未來想去創業嘅學生嘅，自家報名參加。未顯係有家嘅盤稱係本人按照夢田2.0第2台經驗團隊，這項也是計劃嘅理念提升，以此啲錢對創業有熱情嘅學生嘅。一開始是我們有四處做創業的一個講座，做宣傳，那也有做這種邀請啊。那其實那時候我們的講座的一個課程有，我記得好像基本上我們學校的1年級都要聽這個講座。那我們就是在這個講座裡面來做邀請，來加入我們夢田的這個團隊。那目前他們一開始的狀況，其實他們是自願主動過來想要經營這個夢田輕食館、夢田咖啡館。好，謝謝老師。加油，拜拜。拜拜。老師還蠻挺我們的啊，因為他們都算大股東，也是其中有一個天使基金，一個人最多可以認5股，1股是5000元，所以一個老師都可以認2萬5，然後認了大概40萬吧，還蠻多老師支持我們的，所以他都算我們的老闆。裝金子哦，是狗的。為什麼會是創業呢？大家都知道嘛，現在都是拿人家薪水，你能拿多少？5萬、4萬、4萬、6萬，了不起8萬。
8万怎样？你能买什么东西吗？不行啊，就是我觉得我蛮小，我就有这种观念的。我不想一辈子帮人家做事情。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在课外学的东西，有时候比学校的参考书还要更有用。我常常会去看一些，比如说《金周刊》啊，或是一些比较时事类的杂志。我觉得教科书是死的，你真的要遇到很多问题，你才会知道，亲手接触到，亲手触碰到，你才有那个感觉。我有上一些关于现金流的课程，然后他们就是也给我一些观念，就是说现有的教育还有现有的方式，其实我们做一辈子，甚至是连房子都买不起。当然，我不是说怎么样就是一定要创业，创业还是要看你自己个人。课业的话，我个人而已啦，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只要有过就好了。不要被当就好了。对我爸妈也是这样子，他们也这样跟我说，就是我不要被当就好。不管能毕业延毕，或者是以前的老同学能在这里一起齐聚一堂，很开心。然后又是我们的谢师宴。今天是那个我们欢送4年级的那个毕业生的毕业欢送会，然后我在系学会里面就是总务长，所以就是除了负责帮忙引导老师，因为我跟老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负责接待老师，然后还有负责最后的，就是餐厅那个费用的那个结算。这边是2万2。听说这个是要给你的，他们的收据。我们系学会会有一些活动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又是梦田的，所以当然帮自己谋福利。然后像如果我们有活动，像餐点之类的，我们都会想办法跟梦田做配合。感触有啊，一定有。就是毕业其实就是一个让人很迷惘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越接近毕业，你就会越想我以后到底可以做什么。现在跟很多4年级学长姐稍微接触，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大四实习在什么全家、什么屈臣氏啊，都完全吸引不了我，真的完全吸引不了我。其实我曾经一直在想自己未来到底要做什么，也刚好有梦田这个机会，让我可以知道自己未来也许可以朝这条路发展。发现创业其实很好玩，而且很多事情是我以前曾经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一种冒险吧，因为我很喜欢冒险。以前老乡班同學聽天文係男朋友，佢係夢田嘅行手，咪係你學費嘅總務。對夢田一陣嘢做到17萬有個目標冇，佢仲係動樂觀。不過夢田要做到有個目標，首先要面對嘅係學校地位按到點嘅競爭。當主場嘅時間係學校傳統創上千主要嘅單場，教習談美都印象辦法，要上學生嘅來教官。其實趁學生嘅錢冇乜嘅要量，重點就係要便宜又係社保。傳統地區教習談美對夢田來講都係對數，同啲當日將到年齡嘅學生嘅傳統來比，夢田嘅壓力真見動態。客人没有很多这样子，而且就平常都没有什么客人。老实讲，我这么觉得。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们行销没有做得很好，这样子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梦田开了，然后而且我们的位置又比较在学校算偏僻的地方，所以就是很少会经过，然后可以去发现我们怎么营业这样子。对我现在觉得现况是这样子。你是攻读嘛？对不对？对。那你有赢钱吗？坦白讲是没有，
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老实讲是薪水都发不出来的这样子，对，就是上个月好像还亏钱这样子。现在一个月大概1400左右吧，那一个月大概3、4万块，有点伤脑筋哦。差不多打平再多一些吧。目前还没办法嘞，因为前面的支出太多了。就是前面练习的费用啊，或是买一些东西的成本啊，要发到工资其实比较困难。一下当日青岛做得到3万人元天天，老17万有的目标，有氧检查太慢。未显老盘村讨论过後，知道目前啲行銷上邊有條問題。天初要透過辦法通，係用促銷來向黑道人買，記得咁做得到。然後這個他已經給了嘛，送了吧，12點的拿鐵熱拿鐵，14號的，check 一下，一定有漏掉的。今天是520咖啡傳情活動，你可以把你想說的話寫在咖啡杯上，我們會在特定時間內把你送過去。這次的活動主要是因為我們想要讓大家知道，我們夢田其實是有在營業的，是有在辦活動，算是近期來最大的活動，絞盡腦汁在宣傳啊。然后我们是梦田青石馆，但是今天有一个520，对，有个520的咖啡传情活动。那咖啡传情。对，那林彦婷林老师，他想要给你加油打气，然后请你喝杯咖啡。好，感谢，谢谢老师，非常谢谢。以后可以多支持我们梦田青石馆。好，梦田青石馆就是图书馆那一间。哦，我是大股东，我们都是大股东。真的吗？好，谢谢老师。OK， 我会努力的，谢谢老师。好，再见。对，就是我们梦田青石馆的一个新的活动，520知道吗？就是还不知道，宣传那么多，没关系，就是我们就那个新的活动，他帮我转达一下，麻烦你了，谢谢。喂，我剩最后一杯，再等我一下。好，10分钟，你哪一个？谁在旁边？哦，好，等我一下，拜拜。刚燕琪叫我快点回去，是因为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商人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学校就是要正妹站台就有人了，大家都吃这套。你觉得你们现在的？我没有说哦，你不要挖洞给我跳哦。过来了，哪一个？那边吗？九军跟他聊个话啊。我跟他不熟啊。不熟啊。我还以为你跟梅亚都很熟。有事找你。对，就是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就是你现在在 MVP 那边对不对？对。那你是做什么事哦？就是他们的想法是说，他们看你们戏那么旺，想要就是带动他们业绩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你有这个意愿吗？是亏钱，还是你是有兴趣做饮料？谁会给你兴趣做饮料？对，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时薪很高。好，谢谢。那你们有个联络方式啊？谢谢。那你给我你的赖好了，这样公然要赖，真爽。好，谢谢。谢谢。嗨，辛苦你。那你再考虑一下，拜拜。干嘛？要赖啊？你们要不要参加？正哦。親像細妹嘅來，對佢哋嚟講係一種帶通業績嘅好方法。因為學校地輩嘅學生嘅傳統地輩，成立清學嘅攤位，就係親像細妹嚟上班。不過面試題冇5分鐘，明顯就知道唔錯嘅。
你刚干嘛讲150？没差，不是买150。大便啊！给他150没差。你看那也不需要开到150啊，而且你要让他来，他至少要给你赚到3倍的钱。你说把门关起来吗？哦，好。好。我觉得最大要素就是2个，一个就是制度，另一个就是向心力，团队的向心力。先讲制度的话，就是不管在做任何事，其实每个人都一定会想偷懒，或是就是想要耍小聪明啊之类的。那其实你定一个制度之后，就是大家都要去遵守，尽管我是店长，我也要去遵守，就大家就是有规有矩。该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这是一个团队里面最需要的东西。对，那再来就是向心力，向心力我看应该也不用多做说明吧，做任何事都需要向心力。我觉得很多问题要解决，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跟他们的问题。跟他们的问题。像如果今天就是谁要站班，但是如果那个人不能来，但是他不一定会讲，然后就这样直接不来，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忙。然后像有时候客人点餐，然后明明就是可能一点要送到，可是可能他们就会拖时间，然后说没关系，然后谁啊？虽然以前有设计奖励嘅制度，不过因为一直冇办法发工资，一条规矩有枪冇用嘅，每本成员做到冇马心头，慢慢的就越来越冇想做咧。目标1年要做4000萬嘅期限越來越減，未顯老夢田嘅成員利用暑假嘅時間來學個開飛，希望做地啲下一個學期有進展。喂，那你大概要多久？所以人现在在哪边？你还在你家那边？可能要晚一点才会来。我们不是10点吗？我知道。现在几点了？现在已经几点？19。应该会到，应该会到。太早了。没有，发生一点。应该可以。发生什么事啊？OK， 不好意思。认真说起来的话是，现在只剩5个人。可是开会怎么只有2个？就是摆烂。不要讲那么白。其实这边就是来来去去啊，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进来就进来，但是觉得时间配合不上就不做了。一隻簡單嘅會議，夢田嘅成員就慢到咧2個鐘，結局做得來開會嘅成員搶3殺。我覺得夢田現在的狀況是缺少了那個心，就是大家不夠想要，或者應該說他們不知道到底想要什麼，不知道來這邊，他們覺得他們可以得到什麼。我們拖了快1個多小時，後面的人才到。其實不是只有這次開會這樣子而已，在以往開會都是這樣子，陸陸續續到，時間到了就要走。遲到。來，我們先檢討那個上次咖啡傳情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請問你先說。人力不夠。不夠準時，流程做好流程，好等級做好功能。也沒有什麼想法。
是明明东西都做得还不错吃，然后宣传也是有啊，然后就是都没什么生意这样，就会比较没什么动力，就有一点快做不下去啊，因为也没什么人会来啊。好，那今天就开这样，回去要想一下，好，先想一下个别活动会做什么。中秋节。那你回去先查一下相关海报跟美宣，好不好？这2个的海报设定应该都会给你，好不好？写下来。好，走了，辛苦了。就算用的无hin头，蒙田嘅运作还是要继续下去。今晡日嘅会议，今天嘅下20学期2場行銷發通，未顯負責萬聖節半夜班就搞本嘅天文，延遲就規劃2場發通嘅視角，分批學任務過後，3煞就開始去進行咧。啊，只有这种的哎。南瓜在跟我讲话，你在干嘛？哦，我在找那个台中那个哪里有卖大南瓜。喂，你好，请问你是许先生吗？你们那边还有那个东升南瓜吗？哦，现在没有了，是不是？嗯。嘉梦姐，我家就拍锤。对啊。请问现在附近有南瓜吗？请问现在附近有南瓜吗？现在没有啊。现在都没有，是不是？是那个台中那边大理的修平科技大学的，想要试看。嗯。是啊，像你南瓜节的话，它是万圣节是大的。嗯大的那个黄色。哎，对。所以万圣节就是那个时候嘛。万圣节不是11月左右。那还没成熟啊。哎呀，那也还没成熟。你干嘛？累了。哦。好，谢谢。不好意思，麻烦你，谢谢。看來用飯瓜總是萬聖節發通嘅想法，應該係冇辦法嘅。不過田文係有一個任務，就係要去其他工嘅麵包店講合作。田文希望透過麵包店嘅關係，為蒙田喺半夜班嘅時節有新嘅商品做得賣。我們想要問，就是關於中秋節月餅的，因為我們現在夢田有在做一個新的活動計劃，然後就是跟中秋節有關係，怎麼樣合作？其實原則上我們都店家我們都有做建教合作嘛。那其實如果當然是考量到說以你們的消費者形態，因為你們可能族群會是學生，然後可能老師，那所以其實以你們學生經營，我建議是種類不要太多，然後又有一些獨特性的，所以我等一下可以帶你看一下說，因為我們月餅種類很多啦，但是你可以先挑幾樣，因為你種類多，你反而很難經營，因為你們學生，然後又要計價錢，然後又要同時處理客人的部分的話，我覺得可能會有點吃力。那所以你現在有打算就是跟我們怎麼樣合作？就是你的量，所以相對來講，我也要排我的工作天，然後去跟你做這個配合。我可能還有一個負責送貨到你們學校的人。你說1盒6個嗎？對，應該也會訂到100-200個吧？100-200個，那我大概就是給你優惠價，就是以一個就是單價是55塊這樣子，它原來是60。不好，不然你告訴我，你覺得你們的成本以你們的預算的話，你們的考量是怎麼樣？我們的考量當然是希望能夠介於25塊左右，這是不可能的事情。25塊你賣我，對，所以就比較沒有辦法。沒有，因為這是成本啊，就是要節省，因為沒有人會做啊。這個
个是像一般传统的月饼，就是青豆沙，它里面就是颠倒，就是我们俗称的颠倒碰。他提出的方式，我觉得那都是很好的 idea， 但是相对来讲，因为很多没有实战的经验，他们没有实务经验，那变成是我们店家要提供一些意见，例如说他们不会考量到包装的问题，他不会考量到说，之后如果消费吃出问题，或是说之后客诉，那这些等等的问题，所以就变成是说店家也会给他一些建议，但当然他们能不能听进去，然后能不能就是应用，那还是看他们自己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那时候跟我说他们学校有推出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其实是念国外的学校，然后台湾的教育有个问题是，你念归念，但你做归做。我是第一次看到说，真的有一个实体店面让你去学以致用。那你真正出来的时候，你不会像外面，像刚才工读生，我们就怎么什么都不会。虽然你是念的东西，可是感觉那就是一张纸。可是这个他们在他们毕业之后，我相信会带给他们多成长，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有实务的经验。像他其实偶尔我会听他提起一些问题，我说两者差别就是说我打工的者，我只是领这一份薪水，可是我雇主他会有承担的风险，生意不好你怎么办？然后薪水发不出来你怎么办？员工不做了你怎么办？对，其实有很多问题，这是有社会责任的。如果今天你是大一点的店，就像如果这一间面包店，他们有家室的人，那今天这一份工作就等于代表一个家庭，所以其实你的看的角度跟方面其实是更多。你今天不是只是打工者，我就做好我工作，可是今天你是一个经营者，你要想到今天人事上同事相处 OK 吗？那场上的应对进退 OK 吗？那今天这个员工他的很多的部分你是要包含在里面，因为其实员工是一间店它里面最大的资产。那所以你不是只是一个打工者，而是你是照顾这些员工的人了。面包店嘅总经理讲嘅冇错，创业到打工心态嘅侦查，就是唔面对困难嘅态度，也未係目前蒙田嘅問題之一。俾到本消費者就得看到蒙田新嘅改變，除咗同廠商講合作以外，蒙田嘅希望透過研發新嘅產品，創造新嘅可能。今本年尾前就帶領團隊成員喺市場賣盤，希望研發出新嘅產品，做得本消費者接受。走過去嘛？一起買蛋挞，一顆就好了。還有嗎？這黃瓜怎麼算？黃瓜這個等一下做那個涼面的那個配料，然後再弄一些紅蘿蔔。哦，這比較貴啊！玉米筍貴，超貴。因為畢竟我們是第一次創業嘛，那經過這些採買的過程中後，我就會發現說，其實成本控管真的很重要。就是像我們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那東西就是隨便買一買，就是買來就來做，然後後來才發現說，哦，零售的價錢已經遠高於我們以後要賺的那些費用，就是前面那些試做的材料啊，或者是說，沒有跟老闆講價，或是被一些比較不好的老闆騙之類都有可能，那些其實都是很多的成本，佔很大的費用。你要是现在吃可以，可是你要是没吃完就是拼的。哦，所以这可以直接吃了。对。好，那个酱自己调。对啊，是那么少，你要怎么自己调？那么少量，你那么少量自己调不划算啊，因为它那么少。没有，我们以后要量好，没关系，量好跟我讲，我传给你好了。你可以教我吗？对，废话。啊，那你现在教我吧。独家是不是？这么好，谢谢老板。我去哪里买东西，在那方面，这里的老板一定是那个东西方面的专业。买凉面，那个老板就是做面的，所以在面类方面的知识，他一定是有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这些初学者可以跟老板就是在那边获取很多他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就不用让我们在那边打转啊，或者自己摸索、碰壁、到处打铁板这样子，时间可以省很多，然后也可以去掉很多失败的时间。对。马铃薯先把它煮烂，然后再下浓汤粉，好，然后等南瓜蒸熟之后捣烂，再放下去。最后再加海鲜。
这次不一样是考量到说消费者的口感，之前的产品主要都是偏重、偏油腻为主。虽然我们号称是轻食馆，但是我们主要的菜色都是比较咖喱啊、炸类啊，比较咸、比较重口味的。所以这次我们因应当季的就是天气，现在比较热嘛，所以我们有用凉面，还有那个桂花酿的沙拉，比较偏爽口，比较轻食。乌龙汤，靠边。毫无美感可言。好吃比较重要哦。哦，太多了啦！你在吃面还是配面哦？自己吃。你自己吃。好吃吗？再加点蒜头，傻傻的，我会加蒜头。凉面不行啊。不然它馊水，后面又呛呛，然后又咸咸的，然后又甜甜的。要不然再加点玉米。啊。剪刀石头布，吃。刚刚在做沙拉的时候，其实效果还不错。我们有放那个千岛酱跟桂花酿，然后其实不错。其实这是可以拿来卖的，这一点是可以。啊，至于凉面的话呢，我们刚把那个芝麻酱加上桂花酿，然后再加一点沙拉，就吃起来像炖一样。那最后是我们有因应那个万圣节，我们想要推这次的南瓜浓汤。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煮南瓜啦，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吃南瓜，但是后来煮下来，发现还不错，就是那个口味口感都有出来。有玉米可以选下来。在乱搞。他们感觉从头到尾都在乱搞。不乱搞。就你们都把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东西全部往里面扔啊！型男大主厨。其实我们从接这间店开始到现在，几乎每一次在做新产品或者是在研究就是调整那个比例的时候，几乎都是这样哎。他们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加，然后就把它倒进去了。这个东西可以加，就把它倒进去了。然后之后不对，这个味道什么味道是多余的，好拿掉，再重新再丢一次。然后久了，很多东西还是就上市啦，而且还不错。你还不赖。这有搞头哦。你们有没有把步骤记录下来啊？好像没有呢。然后南瓜拿出来捣烂。刚刚我们有一个疏失，就是我们并没有边做边记录了。对，刚庭文有跟我提到，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环。就我觉得以后要注意，在创业这方面，就任何东西都要记录下来，不然做到后来发现，整锅汤喝完了，然后不知道做了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我们自己做的嘛。但如果以后有新的成员、新的员工、新的伙伴来做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个经验，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把东西都记录下来，否则今天 A 煮了这个东西是这个味道，然后今天 B 煮的这个东西又是另一个味道，就是变成说不会有一致性。那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制度，然后一个 SOP， 就不能说我今天来是这个品质，然后明天来是那个品质，这样客人就不会买单。吃的爽要记得付钱呢，老大。啲逢太熱太嘅暗舞頭，學個地杯空溜溜嘅。23歳年為到新嘅產品，印象有乜嘅方法冇？唔過以場總係冇辦法上人來。本身係行業嘅田文，建議危險田講業向下來起價嘅勞務頭款，體驗一下客家美食，可能會有啲幫助。早市啊，頭份的早市啊。
很传统的早市哦，客家麻糍糍粑。那要怎么运到台东去？可以自己做啊。你会做？客家会有加韭菜啊？对，我从小吃这个长大的。苗栗这里最多这种东西，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脆头饭。萝卜糕，脆头饭。萝卜糕。他很厉害，他会讲。那就客家人啊。หั่脆嘛。做煮排骨汤。煮排骨汤，呀，做菜包呀，做菜包呀。甜嫩嘛，可以做的。甜辣。后面有色糕，汤姆色。哎，它的仙草也很好吃。肚子好痛。先带他去厕所。那该死的凉面。真的啦，真的，哎，我痛到冒冷汗呢，真的很痛啊。那你还昨天在那边做的？我怎么知道？燕琪吃完马上就去拉了，因为早上我肚子痛，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定下心来去看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因为自己从小是在头份这个地方长大，然后这边是一个很传统、很真实的，就是客家风情的小村庄。对，所以就是带着维轩一起去很传统的早市，因为那边放眼过去，你看得到的东西，客家人很传统的美食，然后里面卖很多就是我们客家人自己特有的食物，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吹布西、风吹之类的，只有我们自己才有的。台中就是很多闽南人，也许放在那边会给大家就是吃出不同的东西。阿婆。阿婆。冇啦，唔怕啦。哎呀，家己咧，我那炒海苔饭也会弄好的，它那好。但看叫你煮得出来吗？大概看。大概会。因为这煮的都蛮简单的，但就是自己家里面的味道啊。从小就是吃到大，然后但是还是觉得很好吃，因为其实自己到台东之后都是吃外食，然后因为那边都的口味又不符合自己，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阿婆煮的菜。其实以前小时候，因为都是吃阿婆煮的菜，所以一定都会腻，就会觉得外面的食物比较好吃。可是其实因为那时候没有机会去接触不同的地方的菜啊。所以就不会知道，原来还是自己家里面煮的菜最好，对啊。像自从上了大学之后，反而就更怀念自己家里面的味道，因为真的差太多了。我觉得跟忙也有关系吧，就是很久没有好好坐下来吃一顿饭，然后很久没有跟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比较珍惜跟家人时光吧，然后我们就是好几代同堂，所以我希望如果未来用在梦田的话，我也会希望就是可能布置上面跟菜色方面都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家的那种味道。热天嘅伊落到有假就睇，梦田规划嘅新嘅发通马上开始。
福高地杯就有一只买茶嘅新创推出，个热热的，佢条叫做铁条，上海大厦福高度凉水市场长久咧，福高未安算本铁条还有危险，佢条向下用长梯，对蒙田2.0嘅群人会产生乜嘅变化咧？第一印象应该是说，但是我们从那边走过去，会变成是梦田都被这边的树挡住，所以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招牌。所以对于梦田，应该是说没有什么印象。他们的环境是，我觉得还蛮脏乱的，观感会很差，就是觉得说你整间店就是很脏乱。如果我是以客人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走过这家店，我都会不会想去买它的饮料，因为第一个价位太贵，第二个是不显眼，又没有明确的宣传文宣啊、广告之类的，所以这点就是让我不会想去买它东西。一个礼拜有7天，但是1到5他有做，但他们只上了1天的班，而且那1天班还是一个早上或者是一个下午这样子而已，所以根本不会是有客人的时间。那我问了很多朋友，问了很多同学跟老师，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梦田这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还蛮夸张的。我们看到梦田的问题其实很多，它管理其实就是出问题了，很大的问题，员工那些方面，再来就是环境跟它的整洁，然后还有宣传方面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其实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我一定可以做得比它更好。你们用这样？新团队就是不喜欢他们的那个口气啊，我就觉得天哪，什么逻辑啊？为什么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过，你凭什么就说什么我们没有用心经营？就像我们当初去面对上一届团队的时候也是啊，我们也是觉得说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可能做不好？竞争是人之常情，今天不管你去哪里都是要竞争。我今天去哪里工作，我也是要竞争，只是说有时候真的不能太快夸下海口。很多事情真的不是说你讲而已啊，体会过你才会知道，原来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有多辛苦。铁条嘅实验係3個小片課題國企內4年生嘅同學，對創業先有苗頭。佢哋唔但淨係在講聽，點種內容為到佢嘅景點已經準備了2-3年嘅時間，所以佢哋做嚟呢條功課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现在是在学校里面开就是一间饮料店，那我们也不希望说把成本调得太高，就是让学生，我们就是最主要想要让学生跟老师都可以接受的价钱。我们不像连锁店上面有已经固定好的那些配料给我们，所以变成是说我们今天每一间去跑，它可能跑出来茶叶品质会不一样，那我们要每一种慢慢去试出来，让它试出来是我们觉得可以接受的味道，让消费者可以接受。因为我们就是要创业的时候。有跟老师提到这一块，然后刚好就是有一个地方，它就是可以让我们使用，让我们试试看创业，然后学校赞助。如果我大量订那个金萱的话，那个价钱的话还可以再低吗？我一开始在台中到处找茶，然后很多茶商，发现今天来又发现它的茶又分了很多细项，那是我上次来没有发现到的，也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来这边我也学习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茶的一些知识啊，平常不会看到的东西，然后茶农的辛苦之类的。我觉得我今天来做的这些东西啊，它除了可以提升我的那个广告外啊，然后我实际有来做过，我就知道茶到底是要怎么做，然后它的制作流程，还有一些，然后它的价值在哪里，好喝的点在哪里，就是我自己去亲身体验过，所以我可以跟消费者保证的一点。Hello， 你好。距离我们达到17万的目标，我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3万多到4万多，那距离17万其实还有一段蛮长的距离。那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人，坐下来就是还蛮无力的，开会全部到一只手数得出来。既然都已经这样子，那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连来都不想来，那这间店还需要开吗？哇，变好干净啊！
我可以坐这边吗？我觉得要先暂停一下。为什么？其实你也知道的，就是团队都已经没有那个心了。我觉得如果只剩我一个人，我觉得要暂停一下。我的状况你我知道你很用心啊，就是你这样是有打算做到什么时候吗？就大概下个礼拜。我不只是从这个创业的过程看啦，其实在课堂上，其实伟轩就一直是一个蛮积极的同学。整个创业的一个过程下来，其实到后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伟轩一个人在弄比较多了。这一次的这个创业，也让他学到很多东西啊。他觉得，过去只是在脑子里面想说，创业要开店，他说想要财富自由那我跟他说，其实创业财富一点都不自由，对不对？所有钱都花下去了，每天人都要盯在这边可能是创业成功之后，稳定之后，可能会有财富自由，可是其实前期是很辛苦的。那他后来跟我讲说，真的有感受到那个。就是很辛苦的那种感觉。以商业角度来讲，没有成功啦。可是以我们培育教育那个创业团队来讲，我觉得已经是有成功，已经有让同学们学到东西。铁条给冯德农吊上去过后，新的团队要正式成立。不过，铁条团队伫正式结束过后，6千开始嘅时节，有条嘅无穷样嘅感觉。就是当我打开梦田这一个门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东西这里面的环境真的是要花好久的时间去整理。跟我的伙伴心里就想很多蓝图，因为学校资金拨下来要很久，所以我们就掏出了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可是，一旦你实施了，你发现哇，前面好多问题这真的是。不是说1天2天都能这样子去马上去解决，包括我们的设计图也设计了很久，菜单也是一个一个改，一个委托我们的那个设计师，然后这样去调。之前我们这样子说梦田的那个经营者的创意，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这样说他，因为我自己体会到说创业其实真的太辛苦了，但是不是我们能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创业的过程非常的累，不过辛苦真的是蛮辛苦。我相信我们的创业的路还很长，我们一定可以坚持我们的梦想，往前迈进。